这个3级的境界未解封，各间连锁业者的做法嘛无共款。这个好事多无来开放，IKEA 要等到地方政府的公告。目前连锁的大卖场只有家乐福会依照着中央的防疫规定来开放，会当伫内底来用餐。也毋过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也未出来，实际要安怎做，还阁来看状况。另外4大超商，包括 Seven、全家、莱尔富甲 OK， 嘛拢也未决定是毋是要对咧未解封。一透早伫台北内湖的大卖场家乐福，也是有真侪民众要去买物件。随着3级警戒宣布要来微解封之后呢，在家乐福目前也正研议要来开放美食街的座位区。在还没有完全安全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不要群聚会比较好。还是晚一点吧，稳定一点再说。虽然民众认为要开放后大家伫卖场食物件要上早，不过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3号未解封，家乐福嘛有因的防疫规范，包括卖场敢若有一个出入口，而且是连坐按量体温，座位数嘛减一半，每一道的距离会增加到2公尺，大道嘛拢会有隔板，而且会定时消毒。不过，其他业者包括IKEA回应会等地方政府公布相关的规定才处理。好事多是和进前的政策同款，无要开放民众伫内底食。那是大卖场的业者，4个超商包括 Seven、全家、莱尔富和 OK， 目前拢要等来讨论。3级警戒微解封即将要上路了，而对于餐饮业来说，规定不尽相同。以麦当劳为例，目前还是决定全面禁止内用。素食店的部分，麦当劳和顶呱呱宣布无要开放，予民众伫内底食。肯德基和汉堡王目前拢要等来讨论。3级的警戒以来，餐饮业者受影响真济，就算有外送，而且嘛会使早回去食。不过整体业绩也是受影响真济，敢若希望疫情会使赶紧较回，予大家生理会使赶紧恢复。